香蕉你个巴勒73岁资深港星牛头番冯翠帆以五福星系列最佳损友走红影坛，在台定居已经超过31年的他，早已成了正港台湾人。近日因做善事行踪也跟着曝光。联合报报道，日前他在林口邮局办事，因捡到陌生人提款卡，急着找现场义工时被媒体目击，举止有着台湾人的浓浓人情味。虽然年过70，冯翠帆外貌仍是当年招牌小胡子和鸭舌帽，只不过身形略显消瘦。而为何会定居台湾这么久？冯翠帆先前受访时坦诚，大家都觉得我是香港人，其实我不是香港人，我是广东人，我只是在香港经过一段时间，我对香港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我在那边长大，到高中毕业时就已经回台湾。冯翠帆这次被问到也笑称，他不喜欢别人把他当香港人。此外，冯翠帆也经常出现在林口居民脸书社团林口大家庭和民众互动，台风来前还会发文提醒大家要小心，不少网友便会开玩笑说出他在最佳损友的台词香蕉你个巴勒，但他回复香蕉你个巴勒是烂地方烂编剧烂导演的烂电影的烂脏话，求大家别再提。